南投县政府甲民俗观光协会甲暨南大学共同打造的南投好食民俗这个品牌，已经进入第7年了。今年总共有59间通过民俗的遴选，今仔日伫个溪头举办授证典礼。 结合农业和观光产业的南投好食民俗品牌已经行入第7年，今年拢总59间民俗通过认证。整个好食民宿的计划，我们已经把它纳入2030南投观光政策白皮书。那之后，我们会来把南投好食民宿这个品牌呢做一个推动。随即卖人哪来哪养生，佮加上南投县有真济丰富的农特产，互游客会当食安心，佮当透过餐点来熟悉南投。 不管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我们都可以满足大家。那欢迎大家来到南投旅游，来入住我们的好食民宿。期待透过合作来带动南投县伫咧后疫情时代创造商机，迈当达到饮食发展的目标。